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民乐臻萃音乐沙龙，金融齐聚一堂，一同聆听新疆民乐的悠扬旋律，感受传统音乐的独特魅力。首先，请欣赏合奏《太子舞曲》和《步步高》。
大家知道我手中的这个乐器名字叫什么吗？是萨塔尔，萨塔尔，它是拉弦乐器，总共呢是有13根琴弦，其中的第一个琴弦是我们经常用于演奏的弦，其他的剩余12根琴弦是共鸣的琴弦，它不参与演奏，但是会发出共鸣，它的音色就是这么来的。那么接下来，我为大家演奏一首《山连山》蒙古族民歌，谢谢大家。大家知道这个乐器是什么吗？扬琴。它不是扬琴，它是卡农琴，它的名字叫卡农琴，属于弹拨类乐器，总共是有42根琴弦。它的右手呢是拨片，然后左手呢叫罗西塔斧。这个罗西塔斧是用于这个装饰音、滑音的一个工具。接下来我们欣赏的曲目是《卡农之声》。然后这个曲目也是我们民族乐团卡农琴演奏家阿曼尼沙阿布杜热西提从刀郎木卡姆中的旋律改编而来。下面有请阿曼尼沙阿布杜热西提为大家演奏《卡农之声》，图尔勋将一鸣手鼓伴奏。
接下来，请欣赏各民族代表性曲目联奏《大地欢歌》。大家知道这个乐器叫什么名字吗？扬琴。不对，它叫腔，是新疆的扬琴。腔这个的，就是腔这个名字的由来有说法，因为它的音色清脆洪亮，发出的音色和在这个维语的拟声词腔有相似之处，所以说是以这个腔来命名这个新疆的扬琴。接下来你们要欣赏这个曲目呢是《天池游览》。《天池游览》曲调欢快优美，是作者对新疆著名风景区天池迷人景色的描述，表现了热恋中的青年男女在天池游玩时的欢声笑语场面，衬托出热爱故乡、热爱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作曲阿卜杜热赫曼·阿尤夫。接下来有请凯塞尔·乌斯曼为大家演奏《天池游览》。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乐器呢是叫呼希塔尔。呼希塔尔它的译名翻译过来的名字就是叫悦耳的琴弦。它的琴头呢是雕刻了一个百灵鸟作为一个装饰，然后音色柔亮、柔美清亮，常用于12木卡姆演奏、独奏、雨构伴奏。接下来有请呼希塔尔演奏员迪利努埃尼为我们演奏《青花瓷》。接下来，请欣赏经典曲目《花好月圆》。
最后送给大家一首《麦西来谱》，希望有会跳舞的观众朋友们可以一起跟我们一块跳舞。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民乐真粹音乐沙龙到此也圆满落幕。感谢各位演奏者的精彩演出，也感谢现场每一位来宾的聆听与陪伴。愿这美妙的民乐之声留在我们心中。我们下次再会。